新聞頭家先趕緊來關心台南永康昨昏幾間連做伙鐵厝發生火災，一個就炭燒7個店面，其中一間烏多擺店，這頭家是為着要救中風開刀的看守，也受困在火場內底，兩個人落尾攏不幸過身，敢若外籍看護有走出來。鐵厝大火直燒，燒甲未收煞，一直聽到嗶嗶啪啪的聲。台南市永康區利王路一間鐵厝，11暗6點外熊熊大火，因為現場是規排鐵厝搭的店面，火勢真緊就傳開，一路燒7間店面，其中一間大火烏多擺店，外籍看護聽到頭家咧喊，趕緊走出來。也毋過頭家為了搶救破病的看守，越頭擱再衝入去，煞一直攏無動靜，互伊真煩惱。我不知道我在洗頭啊，然後他就叫我說啊，燒掉了，我就跑去外面啊，然後他就跑出來，他就跑進去了。其實烏多擺店的頭家本來已經走出來，為着要救中風的看守，又擱走轉去。消防隊有想要弄破門入去救人，不過這火實在燒了上尾。他的意思就是叫我拉他的老婆，但是沒有輪椅，沒有什麼東西。老婆中風啊，他就有開刀那個支氣管啊。台南市消防局接到通報，出動25台車，54個人去拍火。去到現場的時，這火勢已經3面咧炭燒，經過1點鐘，才總算受到控制。只是清理火場的時，發現烏多擺店頭家翁仔某已經死亡。到達的時候，這邊已經3面延燒到第4面哈，就是全面就是火勢都已經起來了，都已經全面燃燒了。一位是倒在門前，一位是在屋後，然後2名不幸罹難哈。這擺鐵厝今年2月才有食毒塞車的人落入去無人的店面，影響路口咧等青陽燈的轎車。沒想到這回又閣發生火災，造成2個人死亡的悲劇。詳細導火的原因到底是啥？猶閣愛等待相關單位進一步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